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vin。近排咧都有幾個觀眾啊，私底下揾我，希望我去幫佢哋物色一啲單位啦。咁佢哋咧都係不約而同地係希望買一啲高層嘅 high-rise apartment， 而且佢哋嘅目光一開始都只係集中咗喺 Metro Town、Brentwood 呢啲傳統嘅區域。但喺我嘅介紹之後咧，佢哋都表示而家佢哋係會慎重考慮 Low Heat Burquitlam 嘅呢一個區域喎。咁呢一條片就等我呢一個作為已經住咗喺 Low Heat 半年嘅人嚟同大家分享下。如果你喺而家呢個情況，希望喺呢邊買 high-rise apartment， 點解你一定要考慮 low heat 呢個區域呢？咁第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梗係價錢啦。根據大溫地產局嘅數據咧，喺呢一頭嘅 apartment 平均佢哋嘅售價比起 Metro Town 同 Brentwood 嘅嗰啲區域咧係平咗超過1成有多嘅。咁以實際嘅例子而言啦，就用我上一條片同大家分享過嘅3房同埋2房單位。嗰個2房單位真係筍到喺我出完嗰一條片之後，唔夠2日就已經俾人買咗啦。咁所以我哋以嗰個3房單位嚟到做例子，同樣係1000幾尺2年新嘅3房單位，如果喺 Metro Town 嗰邊買咧，而家嘅叫價平均係喺120幾萬，甚至係接近130萬嘅。相比起我上次介紹嗰個單位，只係90幾萬出頭嘅話咧，嗰個價錢嘅相差係超過30幾萬。按百分比嚟到計算，係甚至超過35%咁添。喺 Metro Town 嗰邊啊，甚至有啲如果係靚啲、有特色啲嘅3房單位咧，即使佢只係得800幾尺都好，叫價都竟然可以係超過110萬啊！咁至於生活配套方面啦，喺 Metro Town 嗰度固然係一個好大嘅商場啦，但係大半個 Burnaby 嘅居民都太過依賴呢一個單一嘅商場，就會導致嗰個商場嘅人流非常之咁多啊！我自己平時去淨係揾位要泊車都揾大半日，甚至如果喺入邊要去超市嗰度買嘢排隊俾錢就更加係一個折磨。咁而家我身處緊嘅呢個商場咧，就係 Low Heat 比較大嘅一個購物商場啦，就係 The City of Low Heat 啦。大家可以見到，其實即使喺平日嘅晏晝，呢度嘅人流比起 Metro Town 嘅商場明顯係少咗好多。但係呢一個商場所有要有嘅嘢都應有盡有，包括 food court、零售鋪頭、超市，全部乜嘢都有。咁同大家介紹下呢啲大型嘅連鎖鋪頭啦，淨係喺呢一個商場入邊啫，除咗有 Walmart 之外，仲有 London Drugs、佳廉、Save On Food， 遠少少嘅有韓國超市 H Mart、Hanam， 再遠啲咧就會有我哋華人最中意嘅大統華超市 Superstore、Canadian Tire、Staples、Winners， 所有嘢都喺晒 Low Heat 呢個社區，你係可以揾到嘅，甚至連大溫入邊唯一2間嘅 IKEA 都有其中嘅一間分店，就係喺呢一頭添。突然間影下分心入咗呢間睇公仔，但揾唔到星星人咯。我老婆好中意呢個星星人嘅咩啊？呢個星星人揾唔到佢。好啦，做翻正經嘢啦，我哋。咁我哋用投資升值嘅角度去分析呢一個社區啦。喺呢一個社區而家係有大量嘅新盤係差唔多同樣時間落成，並且有好多嘅供應推出嚟市場。就會導致咗咧各大發展商之間有一個競爭嘅效應啊，所以佢哋都會為咗吸引買家而降低佢哋嘅售價，咁就比較容易喺呢個時間點，我哋可以買到比較平嘅單位。但係當佢呢一個社區已經發展起嚟嘅時候，變成成熟嘅社區之後，就會好似 Metro Town 咁樣有一個協同嘅效應，帶起咗成個社區所有嘅樓價。包括我而家企緊身後邊嘅呢一個 Plaza 啦，其實都已經係獲批咗，第時係會發展一個好大規模嘅發展項目。咁到時大家可想而知呢一頭會有幾多新嘅鋪頭，幾多個人流帶旺入嚟。所以無論係喺投資定係自住嘅角度而言，選擇呢個社區一次過都可以滿足到呢2個願望。咁至於交通方面啦，我身後嘅呢個 SkyTrain Station 佢係有2條線都可以到達嘅。咁所以無論你係要去 Brentwood 啊、Metro Town， 甚至係 Downtown 都好，你都可以做到唔需要轉車，一程車就可以到達。甚至隔離嗰度仲有一個好大嘅巴士站添。咁至於如果你係揸車嘅人士啦，呢度主要係會有2條主要嘅幹道，分別就係 Low Heat Highway 同埋 Highway 1 1號公路。咁所以無論你係揸車定係平時靠 SkyTrain 出行嘅話，其實交通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喺我自己搬咗過嚟之後，我都好快就適應到呢一邊嘅生活，因為呢度好多係韓國人喺度聚居啦，所以整體嘅嗰個社區嘅氛圍都會偏向亞洲少少。咁無論喺呢邊，我係想去飲茶啊，定係純粹食下台灣嘢、港式茶餐廳、日本嘢、買下廢水啊，呢啲全部都可以滿足到我。
呢條片同大家講咁多，並唔係想講話你買 Metro Town 或者 Brentwood 就一定唔好，只不過係希望大家喺買樓嘅時候，俾多個選擇自己，考慮下更加多唔同嘅社區，有得揀，永遠都梗係好過冇得揀啦。咁如果大家係最近有買賣物業嘅需求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等我可以俾啲意見大家。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，最後記得訂閱留言先至好走啊！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呢間 Meet O Meet 有得打邊爐嘅肉，買一袋啊！我哋你買經典肥牛定招牌牛肉卷？邊個平啲啊？呢個咯，買平啲嗰個。咁買招牌啊！我頂你！龍蝦流沙丸，沙茶啊！嗰個都蒜蓉蛋。Yeah, get this one. Oh, thank you. 職員突然之間送咗呢個俾我哋。見我哋兩個喺度拍片，跟住佢又問我哋呢部機係點樣。佢話自己都想買。吹下吹下送一罐嘢俾我哋。你一定要拍 vlog 咁樣好似。